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国民党的前党工柯铁斌牵涉到林北好友自导自演恐吓的案件。即摆有媒体来报道，讲检警伫柯铁斌的手机甲笔记型的电脑查出伊有1000多组的面册笑号，笑号，莫非这个柯铁斌就是网军的带头？法务部长蔡清祥讲，这个案件桃园地检署积极的侦办。柯铁斌若有利用笑号做不法的行为，一定会严办。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陈明忠真不满，质疑检警违反侦查无公开的原则。拥有1000组的脸书账号，部长为什么单独泄露给《自由时报》？如果这个个案他是检察官指挥。警察局他们在依法侦办中。国民党总调陈明忠提报纸替较早部属柯铁斌讨公道。我们一定会要依照侦查不公开的相关规定来了解高检署一定要负起督导的责任。因为检调伫国民党讲柯铁斌的电脑手机内找到超过1000组的面册笑话，怀疑柯铁斌尚无是中层级以上的网军头，甚至怀疑有可能是那样高层的幕后指使。我的理解没有许哲斌这个名字，我非常的陌生。我不是推脱。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嘛捌伫面册公开相关的证据，讲柯铁斌确实受到第2代公关公司的指挥，拢咧做网军，实际上有1000外的面册笑话无遐简单，而且大部分拢是有效的笑话，可见伊平时真熬青。社群媒体平台有做这些检视动作，那你要避免它机器的或者人工去做检视的时候，认为你这个账号是可疑的、有问题的，那你本身就是让它平时就要有活动。好友案相关的证据愈来愈多，政治风波恐惊嘛愈来愈大。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